南投国姓乡有一个咖啡农，捐出着1万包立挂式的咖啡，送予疫情指挥中心的医护人员，表示感谢。烘焙好咖啡豆，倒入磨豆机磨做粉，分装做立挂式的咖啡包，刷来包装好，装盒仔、装箱，总共5000包，这毋是要摕去卖，是全部要送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医护人员。1万包吼，全家动员。伊是南投国姓乡在地咖啡农，9年地震的时国姓乡受灾严重，当时接受全国人民协助，感恩在心。即马台湾受到新冠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影响，嘛想要出一份力，因此捐1万包立挂式的咖啡包，价值30万。第一批5000包已经准备好，19队寄到台北指挥中心。疫情中心的这官员甲这相关人员不眠不休，有体会到讲咖啡有提神的作用。咖啡农用实际行动来收听，希望辛苦医护人员会当啉咖啡提神、消除疲劳。另外，南投国姓的产销班嘛捐出200包立挂式的咖啡包，还佫有一间咖啡农，伊嘛捐1200包。乡公所嘛持续募集，互更较侪人做伙来捐咖啡，支持医护人员。